咁講晒室內，自然就要講室外啦。室外用嘅油漆咧，要可以長期抵受日曬雨淋，除咗要有防禦天然環境侵蝕嘅特性之外，仲要對周圍污染嘅物質有一個良好嘅抵抗能力先得嘅。咁先講室外批蕩面啦。室外批蕩面嘅要求同埋處理就同室內一樣，要等佢夠乾固、含水率同埋酸鹼度符合漆廠要求，而表面要夠牢固、平直企、啱曲、平滑，要達到要求。咁喺開工之前呢，棚架同埋工作台都應該要由合格人士驗收，確保安全而接近油油嘅地方，好似窗框咁，就要做好適當嘅保護。窗窿就要封好膠紙，所有外牆喉管亦都要做好保護。最後再確定埋操作程序，包括表面處理啦、油漆嘅名稱、油油嘅位置同埋塗層次數之後，跟住就可以由有經驗嘅工友準備油漆材料啦。另外，工友當然就係要準備埋足夠嘅安全裝備先得啦，仲要觀察當時嘅天氣同埋環境。如果相對濕度大過生產商嘅要求，太大風或者太大塵，喺猛烈太陽直接照射底下，同埋落雨都係唔可以進行油漆工程噶。咁我哋講下一般用嘅外牆浮雕漆啦。佢嘅油油程序就分別係一浸適當嘅封閉漆、一浸浮雕底漆、中層漆同埋面漆，都要經則師批核過先得嘅。咁封閉漆一般都會用噴或者碌油嘅方法嘅。漆膜嘅厚度要參照漆廠說明書，千祈唔好過厚，因為過厚嘅漆膜會對跟住做嘅塗層有不良嘅影響嘅。而浮雕漆一般就係用噴油嘅，呢個程序叫做噴花點。咁至於喺室外空曠嘅地方噴油嗰陣時，就要注意風向，最好就係順風，可以避免漆霧吹到已經噴好嘅漆膜上邊。不過噴花點嗰陣時，記得要注意噴嘴直徑同埋噴出壓力嘅大小，要符合則師批核嘅花紋同埋密度先至好。浮雕漆嘅特性呢，就係耐鹼性好，對基層係有持久嘅黏結力嘅，而且仲可以根據需要做成唔同嘅花紋圖案。主要係用嚟噴喺水泥砂漿、灰泥等表面，用作內外牆嘅裝修嘅。嗱，如果要壓花呢，咁噴好之後，等到用手掂嗰陣時覺得乾啦，就可以染清水或者松節水，輕輕將啲花點壓平，至到所需嘅形狀嘅。咁等到浮雕底漆乾固同埋驗收合格之後呢，就可以做中層漆同埋面漆啦。如果要用到稀釋劑嘅話呢，咁就一定要符合產品說明標準噶。而由中層同埋面油嘅方法，除咗可以用素油同埋碌油之外，一般仲可以用噴油同埋無氣噴油方法嘅。至於漆膜厚度、乾固時間、施工相隔時間嘅長短，記得要參照產品說明書至好啊。如果遇到分析線嘅位置，就要用掃拉直，同埋按圖則喺正確嘅位置油上以批核嘅顏色。點樣先至可以令個廳個空間咁大啲呢？有計，只要將牆身同家私都選用淺色系列，咁樣有助於空間嘅明示度，係咪大啲呢？